哦，啊，等下我会叫黄文新开咯，恁优惠超优惠介绍，一个查某囡仔，莫讲查某囡仔，查甫囡仔，等下你一定爱买 VP 面膜。VP 面膜偌好用，等下恁介绍一下。啊，啥 VP 面膜？等下啥是黄文新代言的，是直播代言。哦，等下恁讲一下，这故事拢有吼。啊？哦，站台哦，赶快艺术啦，靠腰。袂记啊，原来这重点还是放歌啦。放歌袂记，我头一想，我以为放歌靠边开袂记的。他想跟你唱歌，他最近喉咙坏掉。系啊，我摆要甲你唱哦。他觉得很丢脸。其实哦，你该黄文新该庆幸的一件代志，就是讲好个在中午我咧走路，要去参加超哦，啊无黄文新啊，好个在迄时我咧走路。这条是你上出名的吧？嘿，对金曲奖这条够好听啊！啊，进来了就分享哦，进来了就分享，等下抽200元红利，抽150个。哎呀，美美天地啊，天地啊，掠天价地，掠天价地，互你输到大底。进来的分享，进来的分享。我搞起这件衫给都散了。今天你们买很爽，马上出来撸送到11月16，而且你们买啊，摸彩券自取还有轻松的摸彩券都是加倍送哈，所以你们双11一定要把握。然后16号过后我们就休息，哦，可能休1礼拜是2礼拜，哦，我员工收欠嘛，互恁休一下哦。来，通关密语我们打欢迎黄文新，打黄文新+1，今日啦3000人，我要请黄文新开啊啦。你无3000人，其实我想要你黄文新，你现在。好了，我们先邀请黄文新上来跟大家聊一下哈。黄文新啊，我看到电视看嘞，我唔知本人叫人导呢。对他本人。因为他可能以前长发比较长哈。皮肤也好好。对啊，皮肤嘛超好诶。黄文新伊本人超人导诶，面包真歹食。其实我想去边啊，因为我中。无啦，你别当走一边啊。走一边我边。哦，这是黄文新告人白，应该能白吧？他是超偶出来的。唱歌出来，然后刚放了那个歌。东休息那是。系啊，好个当你有参加吼，我就无我。系好个带我走哦。这是你进修啦。你咧比赛时我拄咧进修，啊无真正无你啊。真个天地这条歌变成我唱，唔是伊啊。哦，好了，有拿到了。哦，唱歌超好听哦。对，黄文新他唱歌第一好听。那后来金曲奖嘛，哈。对，金曲奖。最佳台语男歌手。台语男歌手金曲奖要来尾后，咱就是去演戏。龙演。伊即摆是当家的男主角啊。谢谢。哦，当家的演戏做好看。谢谢。其实你较适合演歹人。会吗？我甲伊最适合演歹人啊。不会。是哦。伊最适合演歹人啊。我较适合演好人，我叫欺负迄种。你让你演一下弱智，你平常不是最爱教演？你演啊，弱智，你要我演。你有在follow黄文新？黄文新，对啊，那个苦力超好看的，真的他超帅。黄文新本人超帅，现在镜头上可能没那么帅。如果你们来到看到本人，就惊到。你口罩无发扬科技遐，无过因某伫遐卖有卖问啊。你比较帅，他比较帅，他比较帅。
他演技而且很好，都有各自有各自的风格，而且他演技超好，他真的他演技跟唱歌都超好。哦，那我们就其实啊，这个他今天会来站台这个面膜不是没有原因的哈。啊，您共结的是黄文兴啊，他其实你卖想完了，我拍一个干片啊，我在你搞来看下干片。干片我即马无啊，你来看下干片，你会讲哇，原来林阳金叫我演戏。所以你要讲说，还好你跑路了，不然对，我现在讲我已经走了，啊，啊无男主角其实迄个时阵，足侪人找我，拢来拍戏，我做无赢啊，嘿啊！我刚才通告费跟一个比我主持费较少，无我就去啊。这是熟悉的，然后发出一个很好笑的笑声。这是熟悉。哦，第一，哦，对他很孝顺，然后我跟你讲这个故事哈。黄文兴呢，他在那个，然后都是老婆，他老婆在支持，他是超级爱家、爱老婆的，他超级爱家、爱老婆，而且他没有传过任何绯闻，他没有跟女明星怎么样过。第一是这样子，因为他因第一某够条条，第二伊真正做爱某，因为第一无好的时阵是某来相听的，对，所以他超级爱他老婆。但是他为什么会今天会来站台，就是因为他老婆呢，他有去用了这个面膜。他老婆有去来 BP 面膜拿一下，这就是我们之前卖过的 BP 面膜，他老婆去用了这个 BP 面膜，然后这跟黄文兴一直拍戏，一直拍戏，一直拍戏，其实拍戏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呢，每一个镜头都要一直讲好多次，一个不好，就是一直翕，然后他们又是拍8点档，就是每天都要加戏嘛，对对对，大概就是熬夜啦，拍戏，那皮肤就是无好，毕竟是男明星，佮是偶像，虽然是偶像，个人嘛是爱保养啊。然后他就是去用了这个 BP 之后，怎么那么好用啊？男生来用居然也那么好用，男生来用，然后他就找那个经纪人，一个全是经纪人，然后来帮试着来站台看看。那今天刚好双11档期，我们就让黄文兴来站台。等一下我们跟你介绍 BP 面膜，然后等一下黄文兴，一旦有优惠，没有打的，拍戏之中，多情城市，知道你怕多情城市吗？有啦，要出来，要出来吗？要出来。你是演演一个好人嘛？你是演一个富家子弟对不对？这摆啊，新的尝试演一个负心汉。你应该演歹人，我感觉你较先好人，后来变这样啊？我唔知啊。多吧？我一个朋友做伙久拢安尼啊，我一个朋友讲拢安尼啊，我一个朋友讲话拢安尼，该讲话做伙久拢咩？你们为何不坐下来？我要证明我比他管啊！但是无聊我总有一个所在赢伊吧？没有，人家有胸肌，你的是肚子，你看。我这大地尔啦，连开的啦，好来，这样子。节目是没有黄文兴侧脸超像郭富城的，其实这个话嘛有人好讲过咧。那是讲我较像刘德华啦。刘德华。咱组成台湾4大天王。OK。你少两个啊？哈？还少两个啊？这两个，多多爸嘛，多多爸是张学友啦。我一个朋友是张学友啊。你戒掉好不好？这个动作。签名可以签在面膜盒子上吗？我跟你讲一个困难度，今仔毋是要卖1组2组尔。你其实黄文兴搁要拍戏，伊后一块戏无演开骹挂上的啊。因为后一块戏若是安尼手长起来，咱演戏袂使啊。今仔毋是要卖1组咧，你要给签模式哦。如果你不介意的话，我代签，我的员工可以代签。我也可以帮你签。你再备注写一下，员工会帮忙哈。要几盒有几盒？对，要几盒有几盒，出货就帮你签一下。无你画一个乌龟嘛，我来加一个，今仔签名以乌龟代替啊。签名以乌龟代替。要不然老爹签一下。黄文兴卖东西，其实他不是卖东西，你卖5回，他只是来站台。我来站台啦。站台跟卖东西不一样。你台就是我的，我最近较欠钱，我足欠。伊是来帮我徛的。其实我甲伊熟识这久啊，10几当前就熟识，伊看伊超好顺，我就熟识，伊毋捌我安尼尔。对。我就认识他了啊。黄文兴，我一直拢听你唱歌的。今天哦。系啊。以前我想讲，你应该冠军啥？你无冠军我还想无，应该是内幕作业吼。无啦，我们内幕。迄双作业吼，你是得罪制作人啦，是安啦。我感觉你上好唱啊！我这受气的，现在亚军。他唱歌真的很好听。我这受气，现在你会输，实在想无。随机签名哦，
好啦，我帮你签乌龟啊。我要帮你抢乌龟啊！可以唱首歌吗？麦克风有灯吗？没有，都不。哎，清唱好啊，好，你清唱一个啊，满足你一个。没唱啥？天地啊，应该天地拢会博叫啊。没有，老板，如果你唱不是唱天地，你是九地，因为你爱花天酒地。你在那边。那时候主持人较无好笑，我无法度分人。拢一直甲你吐槽。幽默感是天生培养的，因为无法度。哦，三心两意啊。三心两意，这条嘛最好听啊。好啊，无我唱。清唱啊，清唱啊，系啊，清唱到我度。有啊。哎，配乐。对嘴。证明无配对嘴哈。证明无对嘴。没。即摆唱哦。系，好，你唱两开始来呗。不知如何选择，咱谁也难爱。连话彼边是你，久久的无奈。若是会当选择，希望搁等来，友情甲爱情。拢要受伤害，伊的橡皮筋，等你床边，也是满心悲哀。想要把伫你开，重新行一摆，两人的世界无我存在，是我不应该摆伫阮心内。只有时间，予咱三心两意的爱，找一个平静所在，是我不应该摆伫阮心内。当初是阮大意造成一款暧昧，都无来想到，伊是你的爱。我去加阮话啊！我去加阮话，别让我里边照歌啦！哎，少林唱干啦，我甲查某囝烧声。你也要这样。烧声有烧声的一种特色呢。我今摆要唱你这条的，今仔无你啊！我等你制作你可能会找我，我刚才，我刚才我烧声。你是要为难我？后面不给你打。真正太好听啊！黄宏星的实力派。对在现场真的是哦，真正 K 歌不很，真正很牛，这真的。他那个太厉害了啦！哦。我刚才我当初无，我真正输你。没啦。不会。错无。哦，真正是好听。这个叫啥？三心两意。去买啦，莫去下载啊啦。爱听买啦。对唱的。对唱，甲迄当阵的曾玉佳对唱。曾玉佳。合唱的。太好听了。伊算是台语版的左右为难啦。系啊。哦，起个无会。好啊。叫伊做一个起个无会，收全部啊。那歌声是有感染力啊，真正听了很流，听了真正是起个无会。啊，今年又是清唱，真的很厉害哦。来，那个咪好，我去介绍面膜去。啊，我要在哪？来，你过来。我在中间啊。直接过来了，换你了，你介绍了。换我。卖拍谁啊？念一回。啊？真的哦。哎，我这就是今天蛮开心的。对，那个，但他老婆有来，所以不是那种开心，因为我有老公，他有太太，然后，就我分享一个我的感觉好不好？就是我今天想要跟你们说，我觉得，因为我自己经历过的事情比较多，然后我刚刚来，然后跟那个黄鑫，就是我叫你黄鑫好不好？叫文心就可以。文鑫哦，要那么那个吗？这样比较。可是第一次见面叫文鑫有点不好意思。不会啦，就是这样，感觉就是会比较像朋友一点。好，来到就是我其实今天第一次见到他，然后可是为什么会就蛮想邀请他来？就是当然外表是真的帅，但在我心里，我觉得他的帅不是外表那种帅。想跟你们分享一个故事，因为可能我年纪到了，然后
选男生的标准，还有在我标准里面的帅是不一样的。对，是内心的，对是内在的，对内在的不他是外在。要强调自己的内在，这是真的。要跟你们说，你们可以上网搜寻一下他的故事。他太太今天有来，太太非常漂亮，就是很清秀，然后素雅，然后有气质的那一型。以前他就是很年轻的时候不好过，不好过然后不好过做非常非常多的工作，对，然后那时候也默默无名，然后就是可能钱就是一点点，就是收入不是很好，然后一路上啊到演艺圈的这一段，其实没有人看好他，因为我记得你爸爸妈妈很想要你，就是专心做一般的工作。对，就是我妈妈就会一直希望我的工作不要一换再换，可是我就会觉得。就不知道为什么工作做了大概1年半载了之后，对，做很多种你就会觉得失去了那种热情。那我就一直在找说，有没有自己的兴趣？可是有兴趣的东西，它可能不见得可以赚钱，是，那就是很拉扯了嘛。然后就现实跟经济中对，那时候。反正就是去做了一些工作，然后我妈妈也不希望一直换我，也就是听着她的教导，就说好，然后就听妈妈的话，就不要那么换来换去了，因为自己也拿不定主意，到底我要做什么，然后就自己做。对，后来是因为一个因缘际会之下，那时候歌唱比赛，然后先星光大道，然后再来有超级偶像。对。那我老婆就看到超级偶像，她就帮我报名之后，听一下他的故事。其实我一开始也不知道，然后报名了，他是隔天才跟我说我帮你报。我说啊，你干嘛帮我报？他现在在偷笑，他老婆没有看，他在看那个荧幕，可是老婆在偷笑。然后他说不管，他已经帮我报了。然后报了之后想说啊，没关系啊，因为我真的觉得世界会唱歌的人太多，唱歌比我好听、唱歌很厉害的人太多了，再怎么样也轮不到我们。然后我就反正没关系，就下去唱了。唱了，没想到我竟然就是有入选，然后就一直比赛，然后就进入这个演艺圈。那当下我那时候比完赛的时候，我就有一个想法，我就想说，我这个一直都找不到23，因为我记得快30岁了，我那28岁，然后我就想说，我一直都这样懵不要弄吹不掉。不知道重心是什么。对，我重心是什么？我的理想，我的未来到底是什么？对，我忽然有一种感觉，想说，我是不是可以把演艺圈这个当作是一份自己的事业，去好好的经营它？那之后呢？没想到就是我觉得老天爷也蛮眷顾我的了，都要马加贺。然后我就一路就是还蛮平顺，一直到现在。那当然我那时候也有不好的时候，对，因为比赛，我记得比了8个月的时间。那你不可能比赛又工作，因为我们是这样，礼拜6录影，那礼拜5是要彩排的，所以我每次常常就是礼拜5要请假，就变成说工作也会衔接。对，然后请到后来，其实老板就是也不是的北宋。就是他后来就跟我对，那其实他本来那是我自己提出辞呈，因为我觉得这样压力太大了。他后来就跟我讲说，其实我很早就想说你干脆不要做，可是既然你自己对，他只是比较害羞，没有看。对了，不好意思讲，那老板也不错了，可是因为我就是会延误到大家的那个进度。那后来呢就没收入，就是每天过着太有一餐没一餐的生活。那其实。基本上就每天，我记得我每天都吃卤肉饭，我卤肉饭好像，整天的花费啦，2餐哦，应该大概在100块左右。你就跟他一样，以前一样，他以前也是跑路一段时间，对，进修啦，其实跟朱大哥一样，对，没有，其实，所以那时候其实你知道吗？那个文心的故事是林董告诉我的，林董说我说真的，而且是林董自己签，他说他真的很欣赏你，他说他觉得。他跟林董一样爱家爱老婆，然后顾小孩。对，然后林董说，因为他也到一个年纪了，然后所以他知道是黄文心的时候，他有去搜寻一下他的故事。他说一定要把这一段讲出来，因为现在这个社会上，
懂得就是说感恩，然后在功成名就之后，还会回头记得当初陪你的那个先生，还有初心，没有忘初衷，然后没有抛弃自己老婆。他真的对他老婆非常好，老婆就是他的经纪人，他们两个就是还是一起顾小孩什么的，所以。我刚刚问一下文心说，那拍戏的话，8点档嘎，时间很长，小朋友怎么办？然后你都没有办法陪老婆。他说他很坚持，就是一定工作只能拍到一个段落，他就一定得回家。对。我说，那你这样子不就是会常常落高一些或者什么？他说，可是他觉得家庭就是要摆第一。对啊。这是我刚刚在下面跟他，我们在办公室真的聊了1个多小时，我真的很欣赏这样的男生，不是因为说。帅或是什么，因为现在看男生的角度不一样了。然后就是今天如果就是线上的女生或是老公有看到的话，就是多多学习一下，好不好？然后我觉得女生的话，有对象没有对象的话，我觉得真的先生就是希望能够找到这一型的，然后还有林董那一型的，好不好？对，爱家爱老婆，然后有责任感，两个是要互相扶持，要互相，不是只有一个，不是说享受，就是男人就是赚钱，然后女人就是要顾小孩，我觉得不应该是这样。他说他不想要当一个赚钱的机器，他刚刚跟我说，所以他说他很希望在有空的时候是他陪老婆，然后陪小孩一起成长，因为那个时光他说其实就很短，一下就错过了。对，你是不可能回到以前的，而且因为为什么我会有这种想法，是因为我爸爸跟我妈妈，我爸爸妈妈就是比较传统，那爸爸就是外面工作，妈妈就是照顾我们。可是后来长大之后，其实我不知道，就跟我妈很有话聊，然后跟爸爸就疏远，对不对？对，我爸爸也不是说会管教我，会打我干嘛，可是反而是我妈妈，你知道以前的教育就会揍啊打，可是我反而长大跟妈妈好有话聊。那我跟爸爸就是会打招呼，可是就也不知道要聊什么话题。那当下就让我意识到说，我以后小孩会不会跟我变成跟我爸爸这个样子？万一只赚钱没有陪伴的话，会失去掉很多的共同。对，有时候你可能会想，可能我也会想要跟小孩讲，可是小孩就可能跟我讲不到什么，就是跟妈妈讲比较多。那其实我自己内心，我觉得我应该也会很受创。对，所以我就一直觉得说，他在小时候的时候，我一定要让他跟他多互动，多陪伴他，哪怕是中间没工作或怎么样，我也觉得没关系。少赚一点，但是你可能往后或是老年的时候得到的是更多。对，应该要这样想。其实有时候我也会推掉一些，就是工作太忙，我也会先推掉，对，因为我觉得他真的很，因为我觉得这个时光你花再多的钱你都买不到了。你有时候你可能你现在赚很多钱，然后你都没有陪伴自己的家人，陪伴爸爸妈妈，陪伴老婆小孩。等你到了一个年纪的时候，所以你有钱啊，可是这些人、这些小孩或者是你的家人都跟你慢慢疏远，甚至就是对啊，可能你在赚钱赚再多钱，那个也是买不回来的。对啊，对，真的是这样。所以那个线上的爸爸、线上的老公有没有听到？然后老婆把这一段那个直播录下来，或是储存影片。等一下给老公听一下，我相信现在还是有很多，我觉得永恒天使还是有很多很好的老公跟先生，然后还有爸爸。但我真的觉得，我之所以很欣赏他的原因，不是外表，是内在。然后你看哦，他坐下来可以跟我们聊这么久，然后他是一个很可以讲很多话的人，我真的是很欣赏这样子的男孩子。可能我们年纪到了，看事情的角度会不一样。双子座的很健谈。等一下会开放问题，可以问吗？可以问啊，可以问，没关系，可以问。好，那我们就我想要先介绍这个产品，因为今天 BP 的老板在哪里？BP 的老板在那里，老板现在很紧张，然后对老板很紧张，腋下都流汗，他刚刚在里面就很怕，有没有？坐立不安，就是一直走来走去这样子。BP 的老板在现场，非常年轻，然后今天谁都有来，然后你们买到保证公司货，老板就在我前面，然后老板全通路最低价吗？对，没错。如果不是呢？如果不是，我们就吃掉，退给你哦。好，如果你们买到所有通路是还比我便宜，个人买卖不算，所有的通路这个面膜在屈臣氏、小三美日所有的电商上面都有卖，然后我们保证最低价，然后保证正货，因为老板就在我前面。
12点钟方向，然后他保证今天是双11最优惠。那我稍微介绍一下那个。我说真的，我刚刚在下面已经先留35组起来，因为我朋友每个人都订5组这样订，我大概有6、7个朋友跟我订，很多里面还是医护人员，有2、3个。然后你们知道，如果是做医护的、做护士的，会很挑这种东西。然后他们一开始都是半信半疑说：“小宁，你确定你那个好用？”我跟你说，我就说我自己用真的很好用，然后。是世界上目前布的面膜来说，我说布的哦，唯一可以敷2个小时，甚至是带着睡觉，不会影响皮肤水分，隔天起来皮肤一样光滑细致的面膜，全世界就只有这一款布的面膜可以做到这样。等一下我会跟你说为什么。然后我想问一下，为什么你会用这个面膜？因为今天是可能也是文心很值得纪念的一天。对，文心，你几年次啊？可以问吗？我68啊，对，那文心哥他很那个值得纪念的一天，对，他脸就不爽，就是因为他脸看起来很 UK， 他是第一次上直播，然后第一次帮这种东西站台一日店长，对，然后你们大概也知道他个性，他是那种比较居家型的男生，不会随随便便接这种 case， 对啊，然后我想问一下。是什么让你来接？对，就是为什么你会厂商跟我说黄文兴要来的时候，其实我蛮意外的。然后因为是一个男生，然后形象是这样，为什么会用我真的蛮想问你的。老实说，你可以告诉我吗？我可以告诉你啊，因为是那个我老婆本身有用这个产品，因为她其实她自己也很爱就是网络上购买一些东西。后来对，当然他那个来源都是他姐妹那边因为我是不太，反正那个就不用叙述。都买新买。那是因为我是演艺人员，所以我在拍的戏，他其实在家除了顾小，他也会看。你会 follow 啊？会 follow 会看一下，看说我的皮肤状况，我的演技是如何，在哪边需要去修正改变的。对。那他好像有一次，我就是也。是我记得那段期间有1个2个礼拜，就是还蛮累的，蛮超的啦。那后来，对，他就跟我说，他就回来跟我说，你的皮肤状况不是很好，因为你知道吗？为什么？因为8点档它的光，摄影棚不是都会打光，有苹果光，看起来皮肤很好吗？苹果光是会底下一个板子，对，我看那种。可是我们摄影棚它是4个机器作业，所以它除了单机作业，它会把反光板在你的正下方或者在你旁边，剩下的你在4机作业，因为4机作业很多死角，你不能随便乱站。所以不是每一台机器下面都会均匀的打到苹果光，对不对？不可能。所以它的光一定要打到很亮。它打到很亮，其实那个8点档它光很亮，它就很利，它会透过你的皮肤，所以你的皮肤有一点坑洞或者是毛细孔很大，它其实都看得非常清楚。所以变成说会像照妖镜那样。8点档其实它的那个画面就是照妖镜就是照妖镜，听得懂吗？如果肤质很好，它其实就是 OK 了。非常好。那你说像我们拍公共电视苦力或者是一些电影，它其实他们的光跟因为摄影机器的关系，它拍起来会让你有点唯美感，所以粉都不用上太厚，它其实拍起来。有时候会想我不要上太厚可是我那个痘疤什么会很清楚，不会。反而不会。可是你在8点档，你有痘也要遮，可是又不能遮太厚，因为会有粉痕对，因为你说那个光很透，对，所以你妆上的不好或有瑕疵都很明显，对。所以你太太跟你说什么？就是肤质不好啦，其实那时候就会有一些坑洞，然后长一些五维膜这样，一些脏东西啊。后来我就说那怎么办？因为其实我是一个很懒得保养的人，男生都这样，其实基本上男生都是这样，很正常。那我老婆就说，你要保养一下。我说怎么办？她说她这边有一个面膜，如果你懒得画像女孩子画那么多化妆品的话，你可以用这个，对，用这个面膜，因为它面膜它具有保养效果，还有清洁效果。我说面膜不是只有保养而已，哪来什么清洁效果？就是你保养之后，你还要再就是这个样子啊。对，还要再擦东擦西，或者是你要另外做清洁之后才能保养。对。可是它这个面膜就是它有保养跟清洁。对。所以它真的有用吧？我真的用了之后，真的有用哦。用了之后我就说，就肤质觉得
就是真的有变好的瞬间，而且会比较亮，真的会比较亮。我现在跟他做这样这么近，他皮肤真的在男生里面，我觉得没有10分也有9分。太太给他用的，所以你比较喜欢哪一盒？还是2盒都有在用？我2盒都有在用啊。那这个它这个是比较温和一点，这个就是轻度的清洁，然后它有它有拉提的效果。那这个它就是比较深层一点的。茶是真的有在用，如果有在用 BP 的，应该就知道真的有在用，因为他讲得很清楚。这个是美白加拉提紧致，我等一下会给你们看哦，敷完的效果会给你们看一下。那个你去帮我准备一盆水好不好？谢谢。然后这一盒像文心哥讲的一样，这一盒是深层清洁。我先介绍一下，这一盒是。一次敷2个小时，要到全干，它会干到变成像一张纸一样那么薄，但有时候甚至看不出来。然后我们的面膜，你有发现吗？敷上去，连跳绳都不会掉。因为它非常的服帖，它非常服帖。然后你敷上去，我说真的，我们家这一款面膜，你敷上去跳绳，甚至你去做瑜伽、伏地挺身，它都不会掉。对，然后它会慢慢变干。这一盒面膜我先讲一下，黑色的这一盒是我先让它坐着休息一下，然后我讲一下。对不起，因为很多女生什么要买，然后你们现在也可以跳出去帮我做一件事，上网打 BP ABC 的 BP。Beauty Player 打 BP 就好，面膜你们上网去 那个 PTT 查资料，你们会查到网友乡民最真实的心声。然后它有很多明星的代言，我们看过去，就是说还有网红，你们看过去怎么用 OK， 然后去看 PTT， 我真的不怕你们查这一款面膜。是我觉得台湾的骄傲。那这一支就是文心哥讲的，它是深层清洁加去角质，还有保湿。它这一支面膜是世界上唯一一支可以敷着睡觉，或者是敷着隔夜也不会伤肌肤的。一般面膜师跟你说15分钟我们就要拿起来，然后拍一拍，让它保养进去。这一支面膜不用，你可以敷2个小时，干了把它拿下来，然后呢，稍微用水冲一下去做保养，这样就 OK 了。你可以一次达到深层清洁、去角质。那你说 Miko 为什么我要深层清洁跟去角质？我们不管男生女生，我们每天在外面接触到空气里面很多的脏污，然后呢，它会有很多的角质，对，然后有些人角质去的不确实的时候，我们皮肤就会慢慢一直累积越来越厚的角质层。你有发现吗？如果角质没去，妆会不贴，因为画好再好的妆粉底也没用，没用，会浮起来，对，你看，因为它真的就很像姐妹，你知道，因为很少男生会懂化妆这一块，对，好朋友，对，所以你们应该女生知道我在说什么。那男生也是，如果你的角质层越来越厚，皮肤不会好，你的皮肤就会开始长痘痘、长粉刺，还有出油，所以。去角质是不管你是男生女生都应该要用。那这一盒面膜就是帮你达到去角质加深层清洁的作用。对，它2种，对，不一样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。你看白的提拉跟紧致跟抚平皱纹，你黑的这个油污跟残妆跟粉刺，这个都很重要，对我们脸部的保养都非常的重要。对，然后你们回去敷啊，这个一盒有5片。你说 Miko 才5片，包装很漂亮，一个礼拜只要敷1次，这是深层清洁，它的效果我跟你说，有用的面膜，然后真的确实的面膜，1个礼拜这种深层的用1次就够了，所以很省，你1盒就可以用到5个礼拜。然后呢，深层清洁有什么作用？去完角质，第一个皮肤会滑，那滑了就会亮。第3个，女生还有男生如果有在保养的话，你的保养品才吸得进去。不然其实我们买 SK2、买 Revive、买海洋拉娜，我们用再贵的保养品，但是对被角质层挡住了，就等于说。你要进去一个门，但是其实还有一个隐形的布膜，我们一直进不去，所以业先破价哦，真的哦。来，深层清洁跟美白这个拉提，我等一下直接做实验给你们看，这是不一样的东西。深层清洁，然后这一盒可以紧致保湿加亮白，然后上网查一下，赶快进来家。那个。老爹说怎么卖？无啊，不是老爹无效啦，爱甲手相公啊。你看刚来了，4盒2800，之前是4盒。上次啊。对，那今天呢？今天
来，我们是全通路最低价，屈臣氏网络上欢迎比价，然后我们是700块，你们去官网买一盒，在打折最便宜的时候是790到800多都有人在卖，所以我保证最低价，买贵退给我，好不好？正货老板在前面，我们今天是5盒一样，700，700，700，700，700。3500，本来是这样子啊，对不对？本来这样子2800，对，然后这样今天多加35，所以会有2黑3白，然后再给你一个体验组，就是这个化妆品。等一下会卖这个化妆品的保养品，就是这个面膜的系列的保养品，这样送你，帮我打3500加1，3500，一盒700，你这样现省500。哎呀，可是这样就至少一盒黑的，要不然这样啦，我赞助一盒，我啦，我用我的通告，跟每个人买一组，你就赞助一盒。今天有通告费，你可能倒掉不？对你可能会倒贴，因为他们会加很快哦。真的吗？我有限量哦。哎，我再问你一次哦，因为他第一次上直播，他不知道，你真的要吸收吗？因为我这边我吸收了某部分的成本，送这个，真的要吸收。不是啊，因为是这样两个，怪怪的啊。对啊，没关系，那我对啊。倒。老婆可以吗？送，他老婆是经纪人。谢谢，谢谢你。没有，这样才完圆满嘛。来这边，多送。今天等于是多送一盒。多送一盒。黑的啦。黄文兴送的，不是白，他说白的才有货。刚我也想送，只有白的才有货，是不是？白的是2-3天就要用一片哦，所以来量会比较3500加1，哎呀3500加1，你们这个面膜真的一定要试。6K啊，对，6盒。可以怎么排？老板这样一盒是多少钱啊？对，66大顺，66大顺。你们回去面膜真的试用看看，回去拿到先敷这一盒。这一盒敷2个小时，拿下来你就知道皮肤有多透。没塞啦，看，阿莲娜，好了，6盒跟15啦。来3500加1，3500加1，不会再有这个价钱。加1再加1，你要看一下你赔多少钱哦。啊？等一下，老板快哭了。等一下让黄维新看一下要赔多少钱。你们要让何文新导就多买一点，这真的是他加的。你怕你最近看个贼啦？他老婆现在在有点拍戏最近赚很多，多加几组啊。对，老婆在我的左手边。对，哎，黄姨填报来啦。3500这一盒黄星送你们的，然后你们谢谢他好不好？然后我想要等一下可以做一件事吗？因为他们想要你的签名，然后你等一下可以留下来帮我签名。我不会叫你签那么多组，你帮我那个。但是要拆封才可以吃。对，我等一下会请他拆封，然后10个客人会收到随机。等一下我会抽，不要随叫了，我们就抽，等一下给你抽。我等一下会有单子出来嘛，小白单，你们每次收到那个小白单，等一下我会请文心哥帮我们抽10个客人，10个客人会，那10个客人会收到上面有签名的，对，然后可以再加码吗？我们的拍立得拿来。我们有没有拍立得？有吗？拍立得有没有拍立得？拍谁？我今天给他没关系，只要不要再加一盒就好。他人真的，你自己看得到，他人非常好。我戴眼镜这样的，哇！我叫陶杯这位招了。5盒5组呢？3500加1，你们回去用。怎么了？来，我给你们看敷完的感觉，然后我们家的面膜，我先稍微讲一下哦。我们家的面膜敷完就会变成像一张纸一样吸在你的脸上，然后面膜，我们这个面膜最厉害的一件事情是敷完以后，它会针对你，有些人是 T 字比较有问题，有些人是两颊比较有问题，有些人是鬓角，有些人是下巴。等一下我有2个人敷给你们看，一张是深层清洁的，一张是拉提紧致，你都看得到效果，马上给你看。然后呢，泡到水里面拿出来，上面会有很多点点。这个面膜里面有一个雷达，它可以针对你眼睛或是你的脸上哪一个地方最有问题，那边的白点就会最多。干嘛？这讲全部问题啊，501组了。来，501组了。等一下主控说没就没啊，完蛋了，你要送500多盒。
现在目前我爸57，反正就是我跟老板一起讨35，论。你等一下自己跟老板讲，你应该很后悔吧？第4上直播，然后呢？你们等一下会看到面膜上面有脏脏的污点，有2个人敷，它的污点会在不一样的地方。你看到污点要怎么办？针对污点多的地方去做那个地方的加强保养。不管你是多擦一点乳液，或是去角质，或是去做雷射，它是一款有雷达的面膜。好，来，我给你们看一下点点在哪里，然后效果在哪里。没有面膜可以做到这样，敷着睡觉。还有可以侦测到你脸上哪里的皮肤有问题，我们来看一下，3500加1，今天是6盒。你要让他过去还是？你要过来吗？过来，你要拉过来，你能过来。可是要比较明显，应该是拉过去吧？没人过来。不要好，来，那你过来好了。拍谁要给你上镜？近他，是吗？好吧。不用近拍就好了。他现在已经敷上去我们的面膜大约半个小时，对不对？让男生知道男生比较需要清洁。哦，这一款面膜，林董为什么找一个男生敷，一个女生敷？因为就像文心哥一样，他是男生，但是我说了，每个男生一样需要去角质。对对对。最基本的，我们的皮肤才会漂亮。清洁嘛，因为大家如果上各大的这个比如说那个电视介绍的话，560了。它最重要一定就是清洁，你要让皮肤好，因为我们的毛孔啊，毛孔清洁很重要。对，就是等于洗完脸，其实洗脸不够，洗脸洗不掉角质，角质一定要去。要去。你要么就是用搓的，要么就磨砂，要么就是像这种面膜。所以男生一定要敷。我很多客人是跟我说，老公回去美白还好，男生不会很喜欢美白跟紧致，他们都是用这个。儿子也用这个懒人面膜，粉刺啊、油污啊都可以用起来。轩轩那一天说啊，我跟轩聊，轩说因为轩的粉刺比较多，轩说他敷完这个粉刺整个浮上来，轻轻一抠就掉了。你们回去试试看，男生会很喜欢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他敷完的感觉。那个来，等一下，我们敷完就是敷上去要等它干，就会有透明感。你们看这边几乎看不到有面膜，它会干到像第2层皮肤一样粘在皮肤上。对。然后这是男生敷，等一下会有女生。这一个是黑色系列，就是你最喜欢的那个深层清洁，去角质清洁的。然后它里面有红石榴的精华，所以在清洁的同时还可以保湿，这个很难得，不会把你脸上的水分带走，然后啵这样子。好，然后我现在要带你们去看它的脏污在哪里。可以给我水吗？来，你不用去啊，你来这边来，这是一盆水，很简单哦，这真的一盆就清水而已。我们教你怎么使用，就是打开之后敷的这个大约是谁上来撕？是。你们觉得不好撕的时候，像他是已经敷过很久的这个男生，沾一点水，对，会更好拿下来。我之前还没沾，没有。我也没沾，我也都直接撕。但是也是撕得下来的，撕得下来，不会伤肌肤啦。因为我们本来都以为，他说文心哥说他以为像妙鼻贴，就是我以为像吃起来就会有一颗一颗的，就想我到底是有没有用？可是我摸我的肌肤，就是还蛮光滑的，然后就是你的毛细孔真的会变小。你看他的脸现在很亮白。你看哦，他脖子这边是黑的，我是现场看，脸是白的，因为有去角质，并不是说他真的美白，是说因为去完角质，脸的老废的东西带下来就会亮，然后敷完就像一张这样子，很像纸哈，很像纸，对，很像纸，透明纸。然后你们看哦，那个我请那个我们家那个漂亮的美女老板娘来。给你们看，对，老板娘试验给你们看，你们敷下来没有东西，对不对？你们觉得很正常，没怎样啊，哪有白点？怎么侦测？我请老板娘用给你们看。那轮边高会赔。对。哎，来，你们看哦，保证全市场最低价。它大概泡水30秒。30秒来计时。我们等待一下。已经有了。哦，已经跑出来一些。3500，你们看到了吗？好，再等一下。然后这边。有没有？真的浮出来啊！一粒啊呢？掉。所以这是一镜到底没有剪的，没有剪接的。好，来咯。好。太脏了。哇！你怎么那么脏啊？你看他的额头。你看这个，先跟你们讲，因为我这边看不太到。还有眉毛其实就是不会有脏污嘛。那
眉毛之外，额头、鼻子、脸颊这边其实非常的方它就是脸颊两侧。你被老爹说你很鼻子一定是最多的对，然啦。后下巴反而没什么油，有没有？对，也有下巴这一些些但。是就看得出来。所以这个人，你们就是用这一张面膜来做一个侦测，你就会知道说啊，我最近保养哪里有落差，或是哪一个部分一定有出问题，不确实，对不对？真的哎。很可怕哦。这个你应该没有那么严重吧？但我没有那么，他没有那么严重代表这个人很脏啊，不是啊，不是啊，来是啦，看到了哈，所以你要针对的就是你的 T 字，还有两颊的旁边，这样懂吗？回去要加强哦。好来另外一个，这是深层清洁的面膜，黑色这一盒黑色的，男生一定要最喜敷。欢用的。对，这是文心哥最喜欢的一款。然后你们就照你们上面的白点点，然后去做一个侦测跟做一个修复，还有看你要去做什么样的保养，它可以帮你抓出你肌肤的问题。刚才那一个就是这个针对油污，就是加强的一个算去角质好了，好不好？这个啊，它上面都有一个使用方法，你们假如不懂的话，你们回去就参考一下，都会知道，很简单，打开之后敷上去而已。好，然后接下来白色这一款，这个你们回去男生一定要用，然后女生第一次收到也是用这一款用黑的，这真的好用。然后因为每个人都需要清洁，先用这个。带着睡觉也没有关系，等一下我会跟你们讲它里面的料是什么。然后这一支是美白加拉提，对，你的眼袋还有你的脸会敷半边去试，会变小，然后会提起来。哦。你来。来，我们请 model。这个刚刚是这个男生敷的是这个，然后女生敷的这一支会拉提，就变成瞬间哦，你拿下来脸就会变小，然后会提上去。你说 Miko 怎么可能？你看我就知道，看这边就知道，然后你看我们现在是敷半边脸，半边而已。半边哎，有没有？这里是半半边，边因为这要给你们看拉提的效果，所以不想作弊就敷半边见。证奇迹的那一刻，你第一次那么靠近镜头，你会紧张？有没有什么话要跟爸爸妈妈说一下？哦，没有啦。有没有什么要说？智的同学要感谢。等一下帮你拍照哦。等一下你们一样沾一点水，然后去然后我跟拉起来。你们讲哦，他们的面膜纸这个在撕的时候不会像妙鼻贴那么痛，不会痛，会飙泪。对，真的。你们就你可以沾点对它粗鲁一水。点，没关系。我不好意思，因为老板平常对他很粗鲁啊。你们就一样撕起来，它就像一个膜，这个膜叫透气不透料，它不会，它就像人工皮，这是生物纤维的一种转过。来脸，对，等一下没有，就是先正，看我正，你看有没有正一边有没有白一边黑，有没有？然后又弯一边，你这样就给他你等一下要把另外一半给他补上去，不然不要他动不要动。你看这边的脸颊比较小，有没有？它会提上去，他这边比较白，是不是？对对，有肤管也会比较白，因为它有亮白有的清洁，还有你看它的眼袋，左右边有看到吗？这里有没有眼袋了？对然后这里的眼袋是一个纹路在这边对，很明显，有看到吗？所以两支的效果会不一样。这一支就是拉提，那拉提就会把眼袋也拉上去，有没有？它这边的眼袋是平的，温馨哥帮你们看。对啊，哎，这样看就变平的哎。对，然后这边是不是有一个眼袋？对，看到吗？好，不要乱讲啦。有啦，看到吗？一边平，然后一边有泪沟跟眼袋，所以这一支女生来敷效果好，因为女生很在意脸要 V， 然后女生的脸要提，所以这一支是白色，超有感。对，然后这个帮我敷30分钟就好，这30分钟到40分钟就会干。赶快紧了，赶快捂。来，赶快嘛捂，来侦测雷达的效果，呵，来到水里面直接放就好了。一样哦，白色一样有清洁的作用。爱丽丝，谢谢。3500+1，它就是有一点小小的，因为爱丽丝她比较少在上妆，然后她的清洁就来得比刚才那男生这一个，然后还有这边，啊，它比较轻微，而且刚啦刚。其实要近拍它的毛孔，两边毛孔变差。然后下巴，对不对？下巴这里，眼睛、那额头，哦，这是额头，所以它的比较有问题是集中在上半部的对，地上半方，部额头，有没有？有没有看到了吗？哦，拿起来就很明显。哇，有没有超明？然后它这边就没有那么脏哦，它的额头的部分
这边就超脏的。对你要回去额头那边要卸妆要卸干净，洗脸要洗干净。发际线这边有没有？你那边长很脏痘痘，这边鼻子有些人在这边，就是旁边有那个鬓角的这边会长痘痘，因为每个人使用起来的那种效果不一样脏污都不一样。而且为什么会黄黄的吼？而且对这一支黄黄的啊，是什么？黄黄就是那个脏污，对不对？对，也是毛孔里就洗面脏还要把它有或是我们洗脸没洗干净，对对对对残妆所以就等于说你敷完，就是我们洗完脸有时候洗不干净，去敷它可以把脏的东西都带出来。刚才那个员工是女孩子，她那一套白色的这个白色，但它这个是三四天敷一次，对。对，然后它是半小时，那真的有在用半小时，这个半小时就可以，然后3到4天敷一次，这个1个礼拜一一个次礼拜，所以你这一组回去大概可以用6到7个礼拜，6到7个礼拜这么久。然后我再说一次一盒都有5片，保证最低价。然后你会说，那为什么那个面膜Miko可以敷这么久，然后不会把我脸上的水分带走吗？不会，因为它是生物纤维。一张你们刚刚看到那个面膜纸跟外面不一样，它一张面膜纸要培养28天才可以生成那张面膜纸，然后那张面膜纸只透气，它只会把你脸上的气排出来，但是我们脸上的料，什么叫料？就是我们的水分跟它里面的精华液是不会透出来的，这是这个面膜纸最特别的地方，所以才说是全世界唯一一支可以敷在脸上带着睡觉的纸面膜。没有一支面膜可以做到这样，100% Made in Taiwan， 就是 MIT， 不是国外阿萨布鲁的品牌，然后没有代工。我知道以前很多人会对台湾品牌比较害怕，或是说有刻板印象，就觉得说我们一定要买欧美的，或是一定要买专柜的。对，但是我觉得这一支面膜，如果你们有上网查，你们应该知道它的评价，还有一致的那个好评，所以希望你们就是在用任何保养品的时候也支持一下国货。我觉得台湾如果有好的厂商，有良心的厂商，然后有这么好的东西，你们应该要支持一下，然后保证全通路最低价。那个我们这有销到哪边去？国外？新加坡、马来西亚、香港、澳门都已经有卖了，所以是台湾之光。跟那个，我觉得我以前用那个提什么的都一样。我觉得台湾有好的东西，我们一样照用我们家里面其他的保养品。对。但是如果我们台湾有好的东西，用行动支持一下，因为我们都是台湾人，真的好用。上网查一下评价，不怕你查。来，最后的白的是不是2分钟，最后2分钟，6盒3500破盘价，外面一盒大概是800，最便宜790。然后我今天一盒是多少？老板你算了吗？大概500。做一盒是因为文心哥送一盒，然后只有双11有。如果你们下次要买，就是一盒700，我已经最低价了。今天一盒是538哦，588。然后你们下次如果1个月会有一次这个档，他们厂商货没有那么多，1个月一次，然后我们一次就700，所以你们下次进来买就是5盒3500或是4盒2800，这样听得懂吗？然后不会再有这个价钱，因为这一盒真的是很谢谢文心哥吸收。然后你们要的话就是明年来，我要签名了。然后最后的1分钟05秒，我就面膜就不卖了，好不好？不卖了。然后等一下主控说没有就没有，剩1分05秒不回头。然后我要请文心哥哥来签名。它有几个已经有拆封膜，所以你们只要有被抽到签名的，这个封膜是它也会拆开，等一下有得标的，然后你们有抽到签名的，因为要拆开，不然就会在封膜上你拆掉就没了。所以会有10盒，10个客人可以得到刚刚现拆的，然后文心哥会在上面签名。好，来，我们现签好不好？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签完就不加了哈。6盒3500，一盒等于588，只有1年1次。下次买一盒就是700，我也是最低价。今天是你没有？哦呦10呀，911啊，给你们看一下。非常吉利。然后等一下我会抽10个，我请那个文心哥帮我们抽，好不好？直接请文心哥来抽。
3500+1，都是他亲自签的，不是林阳俊签的也不是轩轩，对也不是轩轩，一定不是林阳俊哦，哈，不是挖河乌龟的哦。签完我们就停止加喽，然后等一下来抽奖。等一下用那个抽奖那个抽这个单子抽。好，先签10个。好，10个客人，拿到刚才猜的，很多。这是我现场猜的。可是我怕有一盒是刚才有现场有猜一个的那个。在那边，已经那个了。确定。就是满了，不知道。下一次如果有人问 BP 的档，下一次应该是12月或是1月才会再有 BP 的档，因为这个厂商控管价格很严格，然后我们这台如果一直卖，价钱会打到屈臣氏，然后也会打到他们国外的厂商，所以我没有办法每一天或是动不动1个礼拜就卖，所以厂商他们非常的，我觉得这个厂商做事非常盯紧。那他那时候跟我谈的时候，一般我们永天是要一直来出货，但是我真的跟他讲，然后我很认同他的理念，他的东西真的很好用，我就跟他说好，那如果你要真的破例跟我们直播台签约，他也只有在我们这里卖，然后保证最低价，今天是最低价，平常是700最低，今天588，一盒大概588。你们欢迎上网去搜寻一下 BP 面膜，支持一下台湾的品牌 MIT。那个嘛，就是对啊，留影吗？对啊。可以啊，可以啊。要啊。好了，这样了，我这样子。你看我明天要退啊，5、4、3、2。我这边没有拍照的啊。爱丽丝很慢啊，看这边好了。我们拍一下照啊。来，1、2、3，好。这个有10个客人，等一下会抽哈。3500+1，3500。出单，然后就随机。然后有客人会问说，我要跟你们保证，因为永恒天师，我觉得最好的保证就是我们是最低价，对，然后我们售后服务做得非常好，是，对，然后今天是一颗文心哥送的，所以会再更破盘价。那要跟你们说一下，很多客人会问说 ，Miko 这个面膜有清洁又有美白，我能不能用？我很敏感，我能跟你说，线上那个 Elena 在不在？我们的老客人好几个。对，他说完全不。我第一次卖的时候，他跟我说。Miko， 我不知道我能不能用，因为我很敏感，我敏感到已经1、2年不敢敷任何面膜，因为一敷就过敏。我就跟他说没关系 ，Elena， 你在我这里买，我给你们每一个客人都一样的保证，因为大家都一样。如果你在我这台买了，回去会过敏、会痒，然后会肿，退给我，你只要付我200块运费，好不好？寄回来。然后我退钱给你，这样行吗？这是我给你们最好的保证，因为我不希望你们在直播台或哪里买到东西是没有保障的。所以，如果你用不合，就是会过敏，这个大家就是要互相诚实。你用了会过敏的话，退给我，好不好？退给我，我收，付我200块运费就好。然后我们线上很多客人是 Elena 回来跟我说 ，Miko。我真的可以用，我很感动，因为我已经1、2年没有敷到任何面膜，不能敷。他牌的面膜就过敏，然后就起疹子会痒。对，所以我自己的客人是目前为止都没有过敏的症状。但如果你是害怕的话，我给你的保证就是有的话退给我，退给林阳俊，这样好吗？然后收单结单，谢谢。3500+1，很多客人是2、3组买的，真的。今天是6盒。3500，这个难得的机会，长期的也是一个保养品啊。长期的保养品。你们不要把它当做是那个面膜，因为没有面膜可以敷这么久。没有啦，没有可以敷这么久。没有面膜可以敷那么久，而且可以敷着睡觉。因为我们一般敷面膜15分钟拿掉，我们就拆下来。对，我说真的，有时候你跟你老公架还没吵完。然后小孩你还没骂完，你就要说等一下我要去拆面膜，因为15分钟到了。我们如果说敷太久，脸上的水分会被面膜纸吸走，对不对？我们一般敷面膜是这样，会吸走，只有这一款不会。我跟你讲，我好几次啊，
因为这种深层清洁，你可以追剧一次2个小时，有些人2个多小时，反正你就是等到全干再撕下来，就这样。白色那个就30到40、50分钟，全干的时候再撕下来。我好几次啊，就带着这个，就是黑色那块。追剧，就躺在沙发上太舒服，睡着了，就等于说带面膜带了10几个小时，对，可是隔天没事。你们可以试试看，这是一个很特殊的生物纤维布膜，所以你们不用担心它跟我们以往的那个面膜有什么不一样，会吸水分等等，不要怕，好吗？我再说一次，黑色2个小时，白色是敷。30到40分钟，反正就是全干再拿下来。每个人的肌肤状况还有干的时间，对，不太一样。有些人黑色要敷到2个半小时。2个半小时。对，你是2个小时。2个小时啦，差不多。是2个小时。对，试试看哦。希望你们用得很开心，好不好？出单了，记得去结单。怎么用？就像一般面膜一样。你们就跟一般面膜一样，黑色帮我敷2个小时，白色30分。对，真的有在用的就知道，试试看哦。黑色1个礼拜1次，白色是3、4天一次。对。就是一个是当做日常的拉提，然后让我们皮肤比较亮。另外一个就深层清洁，1个礼拜1次，就很像跟做脸一样。对，做脸也不用说天天做，因为精华液够好。其实你不用花很多的时间去做。我们现在先结单好不好？先把面膜的单结掉。轩可以帮我们交结单吗？我们先结单哦，因为等一下再回来就没有这个价钱，下次回来就是1盒700块。700块，然后要等1个月或1个多月以后才会再有这个档次。没有啊，敷完要上保养品，我还是会上，因为这个很重要，不是说敷完就可以去睡觉，我觉得不建议，还是上个保养品。我们先给你们2分钟出去做结单，好不好？你们先帮我们去做结单，然后太好了，我来教你们逛逛，好不好？你们记得帮我到林阳俊零食粉丝团的首页，这边有个来去逛逛，点进去结单。新朋友，你们第一次观看我们直播，然后第一次买的朋友，帮我按这个闪电符号进来你的私讯的部分。你有买到的话，就会有一个商品连结，说，你有得标一组面膜，然后从这边点进去结单。假如你没有收到这个连结，但是你确定你有买，但是没有收到的话，麻烦帮我打给我连结4个字发送出去，要从里面的按钮点进来哦。进来之后就会有看到商品的照片与金额的显示，然后帮我往下填写收件人、电话、地址、付款方式，帮我用货到付款，物流要帮我选择宅配。我们目前活动呢，你们自取的话，每一标就会送2张的摸彩券，欢迎你们用自取，有台北、台中、台南、高雄有4个自取点可以做自取。记得确认无误之后，一定要按确定，再确定送出。有出现这都是你的订单，安尼才有完成订购哦。不会结单的，再帮我们打电话进来会比较快，或者是私讯给小帮手哦。一定要出现谢谢您的订单才有完成结单哦，记得结单3500加1。敷完可以洗，就是稍微就是用水带一下，然后就会可以上你后面的保养品，譬如说精华液啊、爆水霜啊，或是陈琳的那个什么水凝霜，或是你家里面自己的乳霜。对，你平常保养吗？会啊。你都用？我要拍戏，我就是还是就是也是面膜会敷嘛，然后就是精华液，然后还有乳霜这样。所以就像女生一样这样子保养。我觉得女生应该会比较繁杂啦，会很多什么美白我们可能135做美白，246做保湿，然后早上跟晚上。我没有办法这样。你就同一套就对了。对啊，就不会说分早上啊，还有晚上啊，我没有办法。可是我真的觉得男生的皮肤有保养还是有差。有差。因为他比文心哥比林董还大1岁，我要老实讲，但是他的肌龄，他有在保养，真的有差。嘿，是真的啦，不是说就是今天卖这讲，我是说真的，所以你们男生拿到的时候，建议先敷哪一款？你如果是男生，以男生角度来说，
我觉得先敷深层的可以，深层的先敷，因为很多男生已经是很久都没有就去角质，就是对啊，你们当然就是敷白的也是可以，但是可是可能要深的会比较对，先直接一次就是会黑色的，然后你如果是男生，然后男生有些如果可能今天看这一档才发现说哦，原来男生也可以敷面膜，然后也有适合男生，它可以控油、去痘痘，再加保湿，还有深层清洁。所以如果你是男孩子的话，你们今天看到这一档买回去先敷黑色的。敷完你就会知道你的脸哪里有多脏，然后哪里有多油，多久没有清洁了，然后去做一个保养。真的会差很多，真的会真的有保养都还来得及。我们那个要等才可以卖这个要等。阿贤，我现在可以先讲这个吗？先介绍。可以哦。继续哦，那个你们的面膜陆续出单中，记得去结单。然后我看一下，后面再加的可以帮他们加吗？好，那后面等一下哈，你们面膜等一下真的没加到的，我最后会再开放3分钟或2分钟给你们加。就算等一下文心哥，因为他等一下要赶回台北，他如果先走，我等一下还会给你们时间加，所以等等好不好？然后。我今天先来那个，因为刚刚有人问说有没有小灯泡组合，黑色2个小时到3个小时，中间只要全干就可以拿下来，白色30分钟。然后有人问说那个小灯泡的组合来咯，有加怎么没看到？等一下好不好？等一下好不好？就是如果没加到，因为很多人在加，没加到，等一下我最后会再开放2分钟给你们加，所以稍等。那先来去逛逛看有没有加到，退出去1分钟。我们来咯，回去试试看。老爹，不是老爹，老板，今天不问你了，老爹，老爹没有决定力。今天我们要怎么卖？我们上次是怎么卖？上次是2800，然后1+1，2,800，1+1这样子，然后一个面膜。那你今天要怎么卖？双11啊？给我拿计算机。这里谢谢，我要大台的。我算给你们，我算，老板等我哈。1980对不对？加1980，3960，2瓶。3960，你今天双11你不可以我们不应该卖平常的东西，对不对？如果双11的话，因为姐今天请到你，对，那你觉得怎样？凹到底。你觉得？我问他。我觉得你觉得？因为你刚刚送了他们，我不能哦，那么快要1000盒面膜，你是大爷。这个现在这个就要那个老板出，他说那你出，这样好不好？你今天穿那么帅，今天应该要上台。我认识那老板那么久，他今天第一次穿西装来，而且还穿那种厚料的，对。高料。小灯泡真的很好用，就是这一瓶美白的精华液，等一下会试给你们看，然后会稍微介绍给你们。这可以跟那个面膜一起搭，就是一起用，就跟着面膜就对了。面膜用完，然后用这个。听得懂吗？你们刚刚有人问说面膜用完怎么保养？很简单，精华液就面膜稍微洗掉，脸擦干，擦精华液，擦完擦这个霜，抗老抚纹霜，然后再擦一个眼霜就可以去睡觉了。这样，或者是出门，就这么简单。你说今天要怎么样？我说是不是？然后老板就要对，然后他就要下 gay 小，因为我不知道你觉得怎么样，因为我平常是这样卖而已啊，顶多再多一个面膜，还无感对不对？不可以卖跟平常一样的，你觉得？他决定啊，我喝咖啡。所以平常都是有卖这个，然后顶多加一个面膜。加一个面膜。那没有，那你就加一个110黑啊。110黑。会不会比较不一样？会吗？就这样哦。这样。再送就是双11各一瓶。哇！你比那个面膜还要。对，我觉得我这边放了面膜，放了霜，然后放了精华液给你凹。你的人怎么那么好？你只凹了面膜。没有，我就怕老板跑路了。他脸很苦，对不对？
对啊，说真的，那是镜头没当我等。我是真的很想要把它转到前置镜头，真的他脸很苦，就是因为刚刚面膜已经破盘价。对啊，来，来，我这里有一盒面膜，2桶面膜，然后还有一个霜跟一个精华液，再给你选一次，你要怎么选？你就不要看老板的脸。好啦，如果真的话，就是这个啦，这当然是这个比较划算啊。那这样再一瓶，然后你觉得？啦，就是在。你刚刚说他女朋友在推他，而且他女朋友竟然加老板。老板，他说老板，来，这样限量好不好？拜托。我们上次卖多少钱啊？上次卖39多少？2800，只有2瓶，再加一个面膜。你们这小灯泡听好，小灯泡是美白精华液，等一下会给你看我自己的用。那个真的有效，痘疤很快会淡掉。我的人本来就白，我不是擦这个白的，我要讲实话。但是我很有感的是，因为厂商给我必须要用。我们人都是这样。我外美赛风，我不能说我卖东西可是没有效，我还拿出来卖，这个招牌要被我砸掉。所以文心哥用了面膜，然后这个是美白精华液，对我有试，但是我是拿来试在痘疤上，再一瓶，再一个霜，这个霜是。我跟你们讲，这个霜就是类似，等于是抹的肉毒杆菌。你们这样听就好，抹的肉毒杆菌加抹的玻尿酸，你的皮肤会嘭，然后除皱，然后嘭的时候你的脸就会变 V， 所以它是除皱保湿加蓬润的一个霜，精华液加最精纯的乳霜，这样是1980，这样子你们是卖多少？1980乘以4。7920，对不对？是吗？对，没错啊、哦。你们官网是卖7920，老板你说一个价钱，然后限量，有霜，而且我的霜不是保湿的，是最贵的抗老，然后是擦的玻尿酸跟擦的肉毒杆菌，然后美白精华液，我等一下会给你们看效果，真的有效。来，227920，你要卖多少？限量几组？你说，我听你的，这个我就听。这个也送。再送哦，这你送的、哦，老爹很小气，老爹送这个，老板送这2个，等于半送这2个，老爹送这个，来，老板你说吧，今天双11啊，你干嘛快一点？当然是双10，半折是不是？3960，7920除以2等于5折，3960，你再讲一个价。我再讲一个价，伊咱那准备招了，他充值的价钱。你跟你决定，他决定。我不想要做坏了，你决定好。不是。你讲。我下次如果上直播平台，我一定要写，里面要写说不要让我做坏。对，你下次要跟我们先讲，撒口力啊，因为李佳就回去了，就没事了，我还要一直面对他。我上次真的只有这样，还要28送一盒面膜，今天是。霜送霜，精华一送精华，这都是专柜你们去买最贵的抗皱美白系列。不是你这样你这算是已经5折了嘛？你就再凹一点吧。3960啊，它是7920除以2，现在是5折价是3960，再一个价。你这样老板就要送医院了。好，你喊吧。然后老板限量啊。360。他说3600。可以吗？他说3600，限量300组。哇，300个客人啊，多的不行。绝对最便宜吗？绝对最便宜。这还要问他？你讲3600加1，大声。3600加1。3600加1，2霜2精华液，一个是美白的，一个是抗老的，就是我们女生最需要的2个。然后它里面各个都有保湿的作用，帮我打36加1，然后回去的话，这个你们可以先用，因为它的 mode 很漂亮哦，对啊 ，sample 这等一下拿一些回去用，对，很漂亮，你去拍戏的时候可以用，真的，对，很美。然后你们回去这个打开就可以用了，它的量蛮多，大概可以用到2次。这老爹送的，老爹财力没有那么好，那个老板的八股比较强，所以没有凹老爹凹老板。今天 BP 的正货。全店最低价，老板就在我前面。然后
不是正货我吃，然后会过敏退给我，退给老板，我就退回去给他。今天是2霜2精华液，这是抗老的霜，然后这个是美白的精华液。这个美白的精华液里面，我们台湾卫生署有12项美白的合可的一个可以入到化妆品的一个成分，有12项。我这个美白精华液，老板可以帮我拆吗？它拆出来非常的漂亮，叫做小灯泡，你们可以上网查一下。然后我里面就有4支，而且是卫生署合可的4支。我念给你们听它，因为名字有点长。一个叫乙基维他命 C， 一个叫4MSK 亮白因子，还有一个是洋甘菊的精华，就是欧舒丹很爱用的那一个，还有一个是传明酸。那这4大都是卫生署合可的，真正具有疗效的美白成分，所以你们可以放心的用。然后呢，先讲一下乙基维他命 C， 它是维他命 C 里面那个最高含量的维他命 C 的一种物质。然后呢，它可以增加我们皮肤的弹力，然后还有抗氧化。第二个是4MSK， 这个我要特别讲。4MSK 亮白因子这个东西也是卫生署合可的亮白，它有什么作用？它是可以帮你在边擦这一瓶的时候边去角质，你的黑色素可以跟着我们角质层带出来。哦，对，所以这是边擦边去角质。对，边擦边去角质，然后去角质的同时可以把黑色素带出来。那我回家用一下。对，这是他老婆用。然后这个最特别的是，我要讲一下4MSK 为什么可以用去角质的方式达到让我们的黑色素不见。原因在于这一支是日本资生堂研发出来的一个独家成分，它放出来，然后现在流传在各大民间跟各大化妆品的手上。然后这是资生堂花费14年研发出来的一个因子，一个成分，好，4MSK。然后再一个是洋甘菊精华，洋甘菊精华就是也是卫生署合可的，它可以抗发炎，还可以舒缓我们晒后的肌肤，让我们的肌肤比较平稳，然后黑色素就不会生出来，就可以抑黑。那最后一个叫传明酸，传明酸应该很多人都听过，很多保养品里面都会加传明酸来亮白。传明酸它是针对什么？斑点。如果你脸上比较多干斑跟晕斑的，你擦这个，不要笑想有任何一支美白产品可以把斑点变不见，不可能，但是它可以淡化，所以这支是针对斑点边边的边缘去做一个击破，这是传明酸的功效，所以它里面有4个卫生署合可的美白功能，然后是很好吸收的那个精华液，然后好吸收到，因为它里面有8倍高氧的成分，就是8倍浓缩，你们这样想就好了。然后你们在抹的时候，可以帮我照一下吗？来，我在抹，这样抹个2下，手上会有小泡泡。你说 Miko 是不是我手没洗干净？不是，这个就是8倍高氧很小分子的证明。它在边搓的时候会慢慢形成泡沫，泡沫就会很细，然后钻到你的皮肤里面，然后它会去找你脸上的黑斑、晒斑，甚至是痘疤，帮你做一个美白。所以这一支精华液你们可以试试看，我小妹有用。因为我小妹皮肤比较没有像我这么好，她长比较多痘痘，去痘疤很有效。对，给你们看一下，然后我给你们看一下我去痘疤的图片，3600+1，3600。然后我给你们看一下，我自己，我本来就白，我不是用这个才白，但是痘疤总是可以试得出来。这是9月10号，有没有？下面有2颗痘疤。9月10号，我的下巴。看得到吗？好，有2个痘痘，然后痘疤。10月5号，这样隔几天，还不到1个月吧？你们看一下，痘疤在，但淡很多了。然后我这2张照片没有用美肌，有用美肌，我这个月胖5公斤，有没有？就是这个痘疤会消很多，然后本来是这样。这2张都没有用美肌，隔不到1个月，所以你们可以针对你们自己斑点或是痘疤的地方去擦，痘疤可以不见，但斑点只能淡化，好吗？试试看，3600+1，然后这一瓶霜的话，你们就是我们人为什么会老？
因为第一个年纪变大了，然后第二个是我们生活里面有很多的压力。你会觉得拍戏很容易变老吗？容易啊，真的容易，因为每天光是要背台词那个就很烧脑了，就是压力，对，就是压力。对，所以其实我觉得还是要保养啊，还是要保养，因为我觉得看我好像在我阿爸2013。剩100组，第二最后100组，老板不会再加量，确定不加，死都不加。就破盘没办法。对，破盘没办法，又不是你破盘，你为什么要帮他讲话？之后也没有这个。老爹在旁边敲边鼓说破盘没办法。那个要突破的要赶快。是，今天其实苦主是他今天空包杯应该都没了，然后还有前面那个老板，他还穿西装来，我也不知道他穿西装来干嘛，他又不上台，就你要不要上台一下？真的啦 ，BP 的老板非常非常的好，你们支持一下台湾的商品。然后这一支，就像吴兴哥说的，我们在压力的时候，我做直播这一年，我也觉得老很多，连我妈都这样讲，因为会有压力，然后日夜颠倒，熬夜，然后吃东西，女士常吃便当。对啊，我也是。没有，有时候我也不吃了，因为腻，也不是腻，因为有时候我在拍戏工作的时候，我会给我自己压力，所以就会不太会就吃不下，不太会饿，所以其实我觉得各方面都会老很快。听的，对他讲到一个重点，各方面压力、饮食不正常、熬夜、睡眠不足，还有一个年纪很无情的，这一些都会导致我们的皮肤啊老化。老化会怎样？皱纹，然后法令纹，还有一个我觉得女生最在意的就是脸。本来很 V， 后面这边开始都会有发现吗？这边就会没有轮廓线，然后或是照相，脸就会糊糊的，有双下巴，这就是老的征兆。所以这一支是针对抗老，这个美白，这个抗老。所以你真的擦完这个吸收之后擦这个，你可以一次做到美白跟抗老。我自己家里面有这个，我大概1个礼拜会用3天，然后你们也可以照我一样，我不会跟你说我每天用，你们可以回去。135或是123用这个，然后4、5、6日用别的牌子。如果说你有 SK2 或是你有爆水双希尔，你们可以交换着用。保养品其实不要一直用同一种，你们交换着用，它的效果有时候反而会比较明显。不要让皮肤习惯了一种保养品，对不对？会有那种就是抗药性，对，很像好姐妹，有没有？她听得懂我在说什么？对，因为她是有在保养的男生。然后呢，这一支它会针对叫做基底膜，我们的表皮跟真皮的中间有一层叫基底膜，基底膜很薄。如果我们的基底膜是有弹性的，然后有蓬度的、年轻的、V 的，我们的基底膜长的是抛物线。但是如果你现在你的脸上面有法令纹，然后这边凹陷，或者是这里肉垂下来，你的基底膜已经长的是平行线，它已经垂下来了，所以你应该要让它是蓬起来的。那蓬起来，你的脸才会蓬啊，才会紧啊。那怎么样让它蓬起来？你就要去补生态跟玻尿酸，还有补类肉毒。那这支里面我们加了6生态跟3生态，它可以去骗过皮肤，你的肌肉其实在动，但它可以骗过皮肤说，肌肉没有在动，那你的皮肤牵扯的次数变少，纹路就会变少，这样听得懂吗？所以我才跟你说它是像擦的肉毒杆菌，意思在这边。然后另外一个，它有玻尿酸生态，是算全球独家的一个生态，玻尿酸生态就等于说你擦了。3生态、6生态是像肉毒抚平纹路，那玻尿酸生态就像你用抹的玻尿酸，你去打之外，你平常在家里面是把它抹上去，所以这是 BP 里面比较特殊的3个剂型。6生态、3生态是抹的肉毒抚平纹路，然后玻尿酸生态是帮你把皮肤的玻尿酸用擦的进去，你的皮肤、你的基底层才会变成蓬的，不然它就会变平平的，就凹下来了。所以试试看，用擦的玻尿酸跟擦的肉毒杆菌，然后2瓶霜，2个美白精华。你要美白、要抗老、要 V， 这一组都可以带回去。原价7920，然后今天杀到3600，比5折还低，我硬叫他杀的，你是坏人。下次要签条约。
真的没有了，做坏了真的没有了。 300 300组了，没有了，还有几组？哈？来，最后70个客人，2分钟。你们下次没加到，我不会再，不可能这个，因为今天真的是文心哥来，然后还有双11才有这个价钱，我不可能卖跟平常的东西一样，因为很绕亏。所以平常你们就这样，然后顶多再送一盒面膜2800，其实很便宜了，真的。你们上网官网看一下，这样是1980。我今天是文心，我都是文心哥说的。来，这个精华液再一瓶，再送一个霜，这样是3600，官网是7920。来，2分钟加，最后大概60个客人，2分钟，3600加1，买回去，帮我。一组，你们真的不要那么贪心，一组送给你的姐妹或闺蜜，或者是说现在你们圣诞节了要交换礼物，这样一组拿出去，它包装非常美，你们这送出去绝对不会丢脸，然后也不会失礼，就这样一组，好送出去，然后真的很漂亮，刚刚的面膜更漂亮，试试看，一组分给你的朋友或是交换礼物用，一组或是给你的妈妈，给你的妹妹，3600加1，买1送再送1，再送1，等于是。2霜2精华液都是最贵的。2分钟，最后的，我把它按掉了。2分钟，啊，还有几组？来，剩60个客人，60个客人加完没有了，之后也不会有，等明年的11，3600加1。我们来抽奖好不好？可以啊。因为文心哥要回去了，他回台北，因为家里面有小朋友，保姆就在家里面带小孩。对，因为小 baby 在家，所以他们要赶回去台北。现在他们在台中，所以要赶回去。然后我们先抽，先收起来。没有不能收，还有剩大概给他慢慢加。我要往前推。送，来。老爹手上拿一个香皂，这个是那个你自己要拿出来的。来，这里不是你之后要卖的吗？先送啊！来啊，我给送这一块啦。这个老爹之后要卖1块299，这个是那个里面有费洛蒙的香皂，维纳斯橙花香氛皂，里面有芦荟的精油，然后还有橙花的精油，有6种精油，纯天然的冷萃，这是送的，你们回去洗洗看。从脸可以洗到脚，所以可以洗脸跟洗身体，你自己要拿在手上的。你自己要拿在手上的。来，再送这个老爹送的，所以老爹送你这2个，来帮我打3600加1，这个是。你下图背哦，这就是直播的生态。不要乱拿东西。对，明年还可以来吗？可以啊。明年还可以来，但是我会签一个，就是不要叫我当坏人。来，再送一个，这个里面有费洛蒙，听说洗了晚上老公或老婆会特别有情趣，听得懂吗？这是老爹说的，我唔知。我有问题，我想要看王文新像林董安尼卖物件。安娜叫卖，你可以当一下叫卖哥吗？我真的不会。咱拢南部人，你一定会晓的啦，叫卖一下。你教他好了，因为他可能不知道怎么叫。是不是偌济啊？买啥送啥物啊？买啥送啥物？这我真的比较不会呢。他很斯文可是我发现他从刚才都一直讲国语。你明明就唱台语歌，你比较常讲国语还台语啊？3600加1，最后几组？40个客人要没了。我说要听你叫卖一次。叫卖我袂晓啦。3600加1。你叫我唱歌我会晓，你叫我叫卖我真正是袂晓。这是网友说的。没有，因为我觉得他是真的斯文他不是那种假掰的斯文，对，他是非常斯文。你知道有些男生就是道貌岸然，然后人面兽心那种，明明就是很胎哥，然后还要装冷斯文，他真的不是，他是就是那种叫做彬彬有礼，然后气质很好的男生。所以我们不要为难他叫卖，我们来抽奖。那我帮你挡掉这一波。对。那我有拍立得，你可不可以等一下拍10张自己的照片，或是我们帮你拍，然后再抽10个给客人，送给抽出来的客人。所以你要抽20个，
就是刚刚10盒是面膜签名，对不对？对你已经签了，对对对他真的人很好，有求必应。10盒，然后我帮你挡掉那个叫卖嘛，我说你彬彬有礼，是那你就帮我拍10张照，然后再签名，没问题，好不好？那就20个客人，然后我现在抽，爱丽丝给我抽奖箱，好不好？来这一组3600自己加，等一下主客说没有就没有了，放这边，谢谢。很公平哦，你们的小白单都在里面了。哇，这是现场，他很勾引，他真的很勾引。来，直接抽也不要看着抽，这样最准。他抽完就要先回去了，拍个照我们就要回去了。一张一张抽嘛。对，抽20个客人，3600这边升几组？来，快没了，自己加。1、2、3、4、5，他真的没有看，你看我家不要看，他很勾引耶。你老公真的很勾引，对不对？8，他完全没看，很公平。9、10，这个10张先。来，先这10张是面膜还是照片？你说。这个啊，嘿，这10张你要当面膜还是照片？面膜好了啦。好，面膜。镜头上。爱丽丝给他们看一下，那个10张是可以拿到文心哥哥签名的面膜，刚刚那个好。来给你们看一下我得奖的魏志龙、蔡嘉玲、张雅竹、陈忠祥、林喵、陈乐乐、郭孝明、施雅晶，然后一个Summer，还有一个蔡梦翰。好，这10个客人记得要去结单哦。啊，林董加码送。谁啊？你们要林董签名照吗？不要，不要，没有人要。来送玻尿我们家的那个胶原蛋白，今天陈琳才刚卖过的，我再加送，就是每个客人刚刚抽到的20个，再多送这个。就等于有吃的漂亮跟抹的漂亮。那全部加他不会输，他不想输。我们家那个射手座他不会输的。对，他今天赛副有输你，然后三哥输你，他不高兴，他躲到那边去。所以送这个好不好？回去吃一下我们陈琳的胶原蛋白。所以那20个客人会再给你们这个。OK， 来。3600加1这一组，最后数量应该剩20个到10个客人，自己加。再抽10个，要抽。有签名照的，等一下会帮他拍一下，稍等哈。4、5、6、7、8，他真的都没有看。叫他不要看，他真的都不会看，不然人家以为我们作弊。对，10最后一张，最后一张哦。好啦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然后一样都会，每个客人都会再拿到一盒这个，20个客人都有抽到的都有。然后爱丽丝一样带你们看一下谁抽到了，谁抽到了。这10个客人是那个得到彩礼的照片的签名照，来，林佳慧。肖佳琪、慧琴、黄婉一、秦伟志、李雅文，然后 WI， 这个呢 BUI， 然后 HONA， 然后还有一个詹姆士。好，这10个，恭喜这10个客人可以抽到那个文心哥哥的那个签名照，然后。我们要下去拍照，对不对？对，那个文心哥哥下去拍照，然后我们回来找老爹买香水，好不好？剩最后20分钟或聊天也可以。那个真的谢谢你，谢谢，真的谢谢。然后希望很快可以再看到你。好的。对，真的非常感谢。今天也来就是带着来玩的心情。对，第一次上直播就好玩哦。今天还蛮好。就是很真实的。其实就是很真实，然后很可是随性的，线上很多人哎，1000多个，1600多，然后刚一开始是到3000，会有2、3千个人，所以因为现在时间也是晚了。对，然后其实蛮好玩的，现在还蛮好玩的，而且我知道来，
吃一点点。我刚才还有讲，就是我为什么还会上，除了刚才我有用过这个产品的原因，还有一个就是为什么他会上直播？他没有上过，没有上过，因为自己也会怕说，有时候就是临场反应，对他这个真的是临时的啊，你也没有在什么人稿，没有，家跟你说什么，你也不可能 NG 的，你知道吗？他是直播的，对。我就是因为我的好朋友李燕，他有上过，我才说啊，李燕都上了，那应该是没问题。对，他说那个李燕是很有自己想法的女生，然后很 nice， 所以他就说，如果他都上了，那他也要来上。因为他也不随便上，对，他也是不，他是就我的去了解。年双十一，他今年是你，然后我真的觉得他们两个。我不是要捧他们，其实也没有这个必要性。可是我自己感觉是，我觉得越成功的人，其实他会越低调，然后他会越谦逊，而且第三个他会越亲切。然后今天就是真的很高兴呢，文心哥来我们现场，然后我很希望下次有机会可以再看到你，真的，因为他真的是一个很温暖，然后我觉得有气质，然后有那个底气的男生。现在这种男生真的很少。然后如果先让那个单身的要以这种为目标，还有林董，这样好不好？就是要顺便带一下我老公。然后真的今天也谢谢文心哥，真的谢谢感谢你，我的荣幸。然后还有，我很希望很再看到。好，不要再来哦，不要敷衍我。真的啦，真的。好啦，然后我们先让他下去拍照，好不好？然后这边抽完了，谢谢你们，3600卖完了，结单。好，3600结单。你呀、就是你拍照的那个，他很适合做直播。好啦，那我们就到那边拍好不好？好啊。对，跟林董拍啦。那个你们啊，不要这样。就是我知道不一定有人要林董，可是因为今天毕竟来到我们公司主场。拜托，你想不要换今朝把我赢了嘛？真的吗？那你今天可不可以跟文心哥一起拍，然后你？就是破例一下。无爱，我无爱出去走人啊，无我会摇的啊，我全部抢本票的啊。好啦，你赶快去跟他拍照啦。我是拢抢本票的。叫都去拍啊！你们今天就是捧一下林董的场好不好？看在那个文心哥的面子上，然后捧一下林董的场，这样好不好？然后所以你们等于买一再强迫送一个大奖林董，然后上面会有签名，会有林董跟黄文心的签名。然后刚刚那10个客人记得要去结单哦。那个爱丽丝要请那个老板跟文心哥都要签名，对，谢谢。所以他们现在拍照，然后就剩我，好不好？来，出单了，赶快去结单。有没有人面膜还没加到的？最后一次我不加了，因为老板要走了，然后老板不在，不可能有这个价钱。然后而且我等一下要跟黄文熙算账，你要去跟黄文熙算账。对，要去算那，你看几标，然后跟他算账。好来，我很想拍可是没有人帮我on档啊。你要上来哦。那你在骗我老公啊，有人说拿到林董不要没关系，剪掉就好了。然后 Rose 说不要林董的。你们真的很坏呢。面膜最后数量，然后下一次来就是1盒700，今天1盒换算下来是588。文心哥吸收1盒，我才有这个价钱，很谢谢他，他等于今天是做了白工。好来，你这1K 还是黄文心上来？快让我干掉我做男主角了，我给钱来买男主角做。好，我给你给钱来买男主角做。快干掉你家要去做，干掉了。你这边有黄文心签吗？这边有黄文心签吗？没有，那次要给。不是每一盒都有他签名不是每一个都有他签名啊。谢谢你们，拜拜。谢谢，拜拜。爱丽丝，你有帮他们搬过去吗？好，谢谢，再见。收到黄文心的东西上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哈，幸运儿，拜拜，晚安。